来关心风台山道市已经伫今仔日半暝2点的时减弱做中度风台，也毋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各地头风台雨会较明显。偶有短时间内的强降雨，天气详情爱细致，咱来看分图。今仔日伫屏东的山区台东已经有局部大水雨，也是超大水雨出现啊！尤其伫台东的金峰乡，雨已经是落超过700毫米。花莲的山区屏东嘛有局部大雨和大水雨。宜兰的山区台南、高雄、甲花莲、澎湖、红头树、绿岛拢有。今日拢会上大雨。另外，基隆北海岸、新北、宜兰、云林、嘉义，还有新竹以北的山区，拢有局部大雨会发生。除了雨水以外，风嘛真透。台南以南，还有台中到嘉义、台东的沿海、恒春半岛、红头树、绿岛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这些所在，今仔日都有机会会出现11级至13级的强阵风。新北到苗栗的沿海嘛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会出现。